网红 T 妹 Tiffany Chen 日前因为在网上帮小孩收粉丝红包行为惹议，近日她又脱口说出被男人包养不是错，认为一个付钱，一个收钱执行任务完全合理，甚至公开自己被包养的行情价码。事后有媒体找 T 妹上节目，不过 T 妹今天27日凌晨在脸书上火大扬言提告，指控女主持人陈斐娟在录影时对她各种辱骂，直指 T 妹是乱象。T 妹昨天26日上完3立54新观点节目后，在脸书 PO 出长文怒控主持人陈斐娟对她人身攻击。T 妹指出，主持人说她公开包养价钱是要让大家来包养她。主持人也提到 T 妹先前主动为小孩收各界红包一事，直问她年收超过100万，为何还要跟别人拿红包？对此 ，T 妹解释自己公开包养行情价，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好奇心。至于收红包一事，她则说别人想包个新年祝贺礼给小朋友，有什么不对？T 妹指控陈斐娟在录影时，连她的背景都搞不清楚，就对她用尽各种羞辱字眼辱骂，并指她是乱象。T 妹火大表示，因为我每次都反驳，发现骂不了我，突然说收工，然后却碎碎念说以后不要请这种人上节目帮她宣传，请问谁比较知名？我一向配合度高，制作人很感激我愿意上节目分享。什么叫帮我 ？T 妹强调，今天若是被质疑还觉得合理，但直接被抹黑、辱骂是乱象，让她无法接受，要求制作单位将这集剪掉，并扬言是第一次喊提告。T 妹回呛陈斐娟：“我活到这么大，第一次遇到如此不尊重人、如此羞辱、蛮横无理的人。说真的，就算我有被包养，我肯定比这种主持人高上 N 倍。这节目真的可以废了。这种主持人真的是奇葩。”